为了满足爱唱歌的民众，现在类似这款个人专属的包厢愈来愈普遍。上午伫大安东百货公园店，贸易者一摆投资3台抢占市场，会场并且邀请知名艺人蹦恰恰到场代言，炒热气氛。业者强调，这款包厢的 KTV 不只当享受一个人私密的唱歌空间，重点是效果参照歌星录音室同款。只要一摆30块，得当随时享受，真方便。我们想要唱歌的时候就可以唱歌，平常就可以唱歌，吃饭前可以唱歌，吃饭后可以唱歌，看电影前可以唱歌，看电影之后还是可以唱歌。那具备这些条件，就在我们台南大圆柏的娱乐城。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民歌所提供的3台的小型的 KTV 的机器，让你随时随地想唱歌就可以唱歌。会中百货店长嘛，甲歌手贝乔林做伙合唱示范操作。艺人蹦恰恰表示，虽然这款个人唱歌的包厢徛伫竞争力中愈来愈竞争，不过伊也是认为商机无限。这个是目前新兴的东西哈，目前有很多家一起在竞争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好事的，因为这个商机，我称它叫商机无限哈。但是这么多百家争鸣的时候，那就有的比了，就变成是到时候会变成它不会被消失掉，它不会像蛋挞当年那个感，它不会，但是它会淘汰，一定会的，所以变成是到最后可能2、3家独大或者什么，是因为效果的问题。那对这一台，我还唱过之外，觉得蛮有信心的。根据了解，业者已经伫北中南设有100个的据点，并且强调目前这款形态已经是第2代，而且也有合法的版权，让民众享受全新风调的休闲娱乐。电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。